总部的人都走了，这个搞定了。他是个雷厉风行的性格，处理公关危机我不担心。可不是嘛？那次我刚走，华南就出现了一起公关危机，他正好在广州休假，全靠他灭的火。所以我昨天真的是想帮点忙。怎么样？下面的人有什么说法？大家都担心这个月华东区销售额整体会下滑，奖金会降。不过我已经跟2部的人做了工作了，让大家不要有情绪，和公司共度难关。嘉豪的事添麻烦了，一点小心意，看看怎么分配给姐姐。舒总，你这样做就见外了。你担着公司这么大的担子，为你解决一些后顾之忧，我也是为公司做贡献啊。这样谢的话，应该是 SW 谢我吧？你就收下吧。说起来是小事，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。我懂，我也是做妈的。我记得小肖第1天上幼儿园的时候，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说他一直在哭。我当时那心里啊，就像猫抓似的，恨不得冲过去把他接回来。何况嘉豪去的是国外，那边有一点风吹草动，您的感受我太能理解了。关心则乱，这几天我还真是没有睡好觉。嘉豪正值青春期，状况不断，老师的邮件也是接二连三的发给我。你说我当初怎么想的，非要把他送到国外去念最后1年的高中？舒总，我觉得你的决定是对的。留学当然有优势，语言好，关键是文化适应度高。今后无论选择回香港、来上海，或者留国外，他一定会如鱼得水。所以你的选择是对的。我不就是这么想的吗？这才刚去了2个月，啊，人长高了，晒黑了，也适应了。就是上周出的那件事情，我真有些后悔了。舒总，你要是信任我姐可以做嘉豪的监护人，那以后所有的节假日都可以把她接回家。真的可以吗？芳姐，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。我刚都说了，我这是为公司做贡献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我让我姐呢马上打电话去办，好像法律手续还不少呢。那行，那这个我就收下了。谢谢。方静，好好干。SW 亏待不了你，我舒婉婷更不会。啊 ，J.K. 有空吗？过来一趟。善后事宜已经全部都处理好了，你放心吧。总部的调查员你给打发了？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们华东区是不能出错的。我会亲自把关调查报告。我这个人呢是自虐的命，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高分。你也一样。嫡传弟子嘛。不过我还是学艺不精，我输在了自己的判断力上，愿赌服输吧。那个张小鱼身上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头，这点像你。就是因为看好这个呀，结果捅了这么大个篓子，我看走眼了。处理的是因为风静来了有压力。这个真没有，方静来之前我就已经找了。哦，那你今天自己把责任担下来，是想保留张小鱼？我已经通知他，明天让他走人了。
哦，那你的助理，是想要林潇潇呢，还是让菜菜继续顶一阵？OK，你的事情你自己定。你一个孕妇，你赶紧走吧，别跟着我们耗了。舒总跟方总早就下班了，飞机也度过了，你这都忙了1天1夜了。回访报告没回来呢，我不能走。还有，张小鱼虽然走了，你该离职，不用担心我啊。空腹喝咖啡伤胃，我给你点吃的吧。啊，真是快当妈的人了，太啰嗦了，你赶紧走吧。电话。喂，给我30分钟时间。你要说什么？我知道你很忙，我也知道从昨天到现在你已经24个小时没有合过眼了。我还知道你一直没有好好吃饭。你给我30分钟，我给你煲了汤。自己包的，那我可能还真的会有一点点感动。那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包的呢？你还进得了人家后厨啊？我能在便利店里面给你吃这么一桌汤饭，我怎么就进不了别人后厨呢？难怪，味道没有以前好。也好，从唯物辩证的角度来看呢，你对我的批评也是对的。至少证明我的服务水平还有待提高，有继续为你制造惊喜的可能性。就比方说最近吧，我的短期目标是大后天为你做一桌清新而别致的晚餐。放心，保证健康，不会打乱你的节食计划。为什么是大后天呢？你生日啊，不用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当然不会问了，你都能从别人的后厨弄出2锅汤，摆到我公司对面的便利店，还有什么是你办不到的？这就叫有志者事竟成。你怎么知道大后天我会跟你在一起呢？我一点都不确定，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去努力吧。没给自己炖一盅啊？你喝吧，我减肥。啊，原来减肥是喝饮料。
真的，姐姐，就这3款口红是我们的明星产品，断货3天了，今天才到货的。这么巧啊！我来了，它正好不断货。是您运气超好啊！哦，哎，我可以给你看我们的补货单，今天下午才到库房的，这3款各10支。要不你在这坐着等会儿，我现在去给你拿。林总，我走了。1个月前，我因为一个任性而幼稚的原因来到 SW， 可是渐渐的，我迷上了打单的斗智斗勇。我喜欢董小姐和 Justin 这样的同事，我膜拜您的淡定和成功。我想成为 SW 的一员。这个说法很老土。我拼命努力，是真的希望有一天你能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张小鱼 ，good job。”可是这一切都被我搞砸了，对不起。我已经回访了所有的顾客，搞定了所有的投诉，希望把这一次对公司的损失降到最低。林总，对不起。24小时没有休息，那天晚上，亢奋而痛苦的张小雨却睡不着。他发泄的方式是躲在家里，在现实中已经说了，家里没有输赢。谁把本姑娘踢出了战队？狂霸天涯，你个坑货！赶紧把号给我删了，别再让我看见你。狂霸天涯点名阿拉丁，有本事单挑，失败者删号。丹宁，这狂霸天涯约你单挑呢？啊？我天，这么坑！人呢？不服！我被坑了，有本事再来一把！你输了，少废话，去裸奔吧。狂霸天涯点名阿拉丁，有本事单挑，失败者删号。时间、地点由你挑，谁不去谁认怂。
张小鱼，来办结算。我的 SW 生涯完了。这个给你。这个是要重新赠送的礼品清单，你核对一下，没问题的话就可以发货了。林总说了，从你以后的季度奖跟年终奖里扣。仔细核对，签字确认。等一下，你刚刚说什么季度奖金还有年终奖啊 HR 没跟你谈吗？张小鱼，你被正式录用了，职位是 SW 华东区销售一部总监助理，林总签的字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我严重怀疑这一切是不是一个梦。林潇潇的事儿，是不是能再考虑一下？对，他确实是输给了张小鱼，但是业绩也相当不错，至少是个做销售的料。不合逻辑啊！你为什么不问我出了这么大的事故，如果是张小鱼害我1个季度的奖金被扣了，我为什么还要选他？从第一天面试开始我就说过，我们 HR 的工作呢是辅助您选择。OK， 那你把我请过来谈什么呢？林潇潇能否留下当个普通销售？杨总，你真的觉得调查报告和公关稿呈现的就是整个事件的真相？你真的认为在这次过期商品的事件当中，是那个仓库的临时工惹的祸？那您的意思？活动前1天库房的监控录像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林潇潇跟这次事故有关？我只能说，他确实在微妙的时间出现在了微妙的地方。至于这个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，我也很纠结。我查还是不查呢？所以让他走人，既是保全了 SW 华东区的声誉，更是给你留足了面子。大家停下手中工作，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销售一部总监助理张小鱼。谢谢大家，今后我们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好。小鱼请吃饭啊！请客，请客，请客！好，我肯定请。你们想吃什么？最贵的，最好的。那这样吧，我来定地方，到时候群里通知你们，好吗？好。苗潇，你说的对，拿下 offer 是最重要的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林总选择助理的标准还是实力第一。刚刚人力资源已经正式通知了 ，SW 华东区一部销售总监助理是我，赵小鱼。哎，小粉红，虽然说呢只有1个月，但也算是同事一场。今天晚上接风宴加践行，必须来哦。
林香香，跟我来一趟。林潇潇，你说我说你什么好？你胆子也太大了。我是想快过期的赠品而已。赠品而已，结果呢？你造成了 SW 华东区10年来最大的公关危机，你闯大祸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，我就是想赢，我想留下来。你还想留下来？哼！你知道你这什么行为吗？那个库管叫刘军，对吧？你以为你这点小把戏就可以堵住他的嘴？你惹的是谁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那是 SW 中国区最厉害的角色林睿。林睿现在有证据，在活动前一天你进了仓库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公司现在可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杨总，你帮帮我。你听好，第一，收拾东西立马走人；第二，你舅舅那儿是选择说出事实的真相，还是因为你自己不适合这儿主动选择离开？这2个方案，你定吧。是我自己主动离开的，那样最好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不是你不来吗？哇，晃范儿了我都。你来上海第一场，我能不来吗？再忙你得来呀，感不感动？感动，真的感动。哎，打幼儿园起你就经常用拳头感动。我现在用拳头，快叫！我那是让你。哎，最近是不是有什么高兴事儿？哎，别说。我猜猜啊，起码2件。这第1件，成功当上了跨国大公司 SW 的总助。成宇，耶！第2件，抓回了爱情叛徒吴东江。什么毛病啊你这是？一会儿 Fly Hero 来串场子，我第一次跟这么大牌乐队合作。过来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特别是吴东江，他在几分钟之前才给我发完微信。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，反正你现在计划已经实现3步了，当上外企 OL， 撞到他，抓回他，赶紧趁热打铁执行最后1步啊！甩了他呀？啊？我做不到。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呀！这是我的计划，我想怎么改那是我的事儿，你管得着吗？我说过我们2清了。这是你那天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我想了2天2夜。文哲，你对他的妥协是在保护我，对吗？你想多了。我没有想多，是你自己说的。你说你相信我不会害你。但是你还是对他妥协了，那是因为你怕我被抓。你是在保护我，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，对不对？别再联系我，我不想因为那天对你的同情而感到后悔。不要挂电话，文哲，我求求你，再让我见你1次好吗？哪怕是最后1面，让我去找你好不好？你知道我在哪儿？对。你跟踪我？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想见你，我每天都想见你，可是没有你的同意，我不敢出现在你面前。
那就不要再见了。你跟他说了吗？他什么时候搬呀？你干嘛那么急着要领他走？怎么，心疼了？哼，果然是个戏精，就知道装可怜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那孩子怎么招你了？哎，你说你没心眼儿，你女儿也没心眼儿，你没看小黄看他那眼神啊？小黄跟珊珊马上就要订婚了，人家潇潇也有男朋友，你说你多什么心呢？就是正因为要订婚了，现在的小姑娘看到小黄这样的帅小伙，那都是生扑的呀。总之，别怪我多心啊，事关我女儿的幸福，我不得不防。那你说吧，你让潇潇搬哪儿？她一个女孩子，在上海就我这一个亲人，我不让她住这儿，我让她搬哪儿？她不是在外企工作吗？工资很高的呀，那就不能在外面租个房子呀？这不刚刚开始工作吗？行了啊，这事缓缓再说吧。潇潇那孩子就够懂事的了，每天那么早走，那么晚回来，为什么？不就怕给我们添麻烦吗？缓到什么时候啊？哦，我们供了他4年国外大学的学费，现在他毕业了，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，难不成等他结婚了还要住到我们家呀？你不好意思说，那我去说呀。今儿我能去你那将就一晚上吗？出什么事了吗？你别问，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。当然行了，傻瓜。只不过我今天可能加班要到挺晚的，估计得要到1点左右吧。哦，对了，而且你知道我现在住的是客厅，如果我不在的话，一个女孩睡客厅，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。没事儿，我等你。喂，方总。什么？你劝他不要吃回头草？对啊，他昨儿就放风声出来了，我电话都打不通。昨天你让他不要来找我，今天又让我踹了他，你死不死啊？坐下。听我说完，那吴东江就是一坏蛋，你知道吗？臭远，有这么说你自己钢棍吗？是，我对不起他，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幼儿园在一起的姐们被他坑第2遍。反正横竖对不起一个，我只能就对不起他了。你知道吴东江为什么跟你分手，又为什么求复合？有什么话说？吴东江单亲家庭，他妈带大的，家里穷，留学费用叔叔给的。平时放假机票也不敢买，岳阳电话也不敢打，对吧？他没钱，你瞧不起他呗？我今天要跟你说的是你平时看不到他的另外一面。吴东江找女朋友第1条，家里要有钱，比如之前的你，还有之后的许婷。我觉得有钱没什么不好呀。可是你明白吗？一个眼里只有钱的人，他可以为了钱跟你在一起，又可以为了更多钱蹬掉你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他找了个更有钱的，那他为什么还要再来找我呢？说不通啊！你就是说不通。听我说完行吗？今儿我就什么都告诉你。毕业前的一次舞会，他认识了现女友，就是所谓的真爱许婷婷。他现在外企这份工作，女孩家里给介绍，他以为攀上了高枝，立刻甩了你。结果前2天他妈来上海，去这女孩家登门拜访，你猜怎么着？发现这女孩家里情况跟他几乎一模一样，也没钱，留学费用也是亲戚赞助的。所以吴东江甩了我，是因为我帮他找不到工作。张小鱼，你脑子是不是一根筋啊？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？吴东江现在这女孩不是没钱吗？回头看看你张小鱼，寸土寸金的淮海路早就有你名下的房产。
所以他找我复合，也不是因为什么感情，也不是因为我当了什么外系的欧儿，就因为我张小鱼在淮海路有房子。终于懂了。吴东江，看见了吗？他背那双肩包，是我海淘给他买的。知道你今儿要来，天没黑就跟这儿等着。你让他滚。对呀，这才是张小雨，这不就是你计划的最后一步吗？你自己去跟他说。怎么了？开不了口？没错，那一刻我突然怂了。他是我今生爱上的第一个男孩，即便他伤了我，我也不想伤害他。我走了。给我演一场戏，卖给女人死心。让开！把小朋友大合同你签了吧，信不信我一通电话让他终止？文哲，我们谈谈。小鱼，等我一下。他是谁啊？对啊，我谁呀？骗子！你滚！你骗我！你一直都在骗我！坏子！坏子！骗子！当然是骗子！你脚踏两只船，三只船！你跟我说的话，我全部都信了。你说我是最可爱的女孩，你就想远远地看着我明亮的眼睛。我都记得，我等了你4年，你干嘛这么对我？我是在干嘛呢？你想要的太多了，你要事业，你又觉得没有钱；你想有钱的，觉得没有品味。你全部都想要，你想有钱、有事业、有品味。你是谁啊？你为什么什么都想要啊？你凭什么呀？小鱼不想见到你，你可以走了，别再骚扰他。小鱼，你家里也不缺钱，找这么个大叔你图什么？别让我再说第2次。吴东江，今天我要亲口告诉你，我不要你了。
远。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办法吗？今晚最后一面了，可以走了。我只是想敬他一杯酒。妹妹，你敢爱敢恨，姐姐敬你一杯酒。第二杯，他差点骗了我，是你戳穿了他，敬你第二杯。我跟你们不熟，不认识。帮他把眼泪擦了。那大叔谁啊？还挺拿劲儿。这里大奸商。不是吧？我怎么觉得他想追你啊？杨梅，来。我第一次见你，你推销给我3支口红。今天，你总算是把自己推销给我了。这支送给你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林总，我现在用的都是我们 SW 的。不是给你用的。明白了，谢谢林总。留下你是我认同你的职业操守，并不意味着你能力合格。不服输是好事儿，但是获胜的方式不是只有全力进攻。审时度势，观察环境，了解市场，有的时候会事半功倍。转正后的这1个月，每天午餐尽量约公司不同的人。至于该约什么人，我相信你自己有这个判断力。明白。我现在传授给他的是新环境、新公司如何快速建立职场生态网。我希望他能成功迈出进入职场的第1步，而我还没有意识到，从这一支口红这一刻，张小鱼成为我的亲传弟子，一如当年我和舒婉婷。潇潇这事儿我可是彻底解决了。那我们公司那事儿，这个月能办得下来吧？呀，太感谢了！哎，不，怎么能让您请客呢？舒总，我来请。
好的，好的。舒总，有点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。这回林潇潇虽然是输给了张小鱼，但也是个不错的销售人才，所以呢，方总啊就跟我商量了一下，想把他请回来做他的助理。哦，方庆啊，很有大局观哦。那我就去走流程。那我先出去了。